好，来继续来看花莲县长徐正伟，伫3月初来宣布，讲4月初3大地动满1周年，县政府有开6500万买13万组的避难包，是一直等到3个月后的今仔日，也就是中选会审定第一波立委罢免案的前一天，才宣布来发放。有议员质疑，就是要借这个避难包来宣传反罢免。徐县长是讲，这个预算老早伫咧去年就通过了，绝对无任何政治意图。消防分队囤真侪纸箱啊，内底是要花莲乡亲的防灾避难包，透早到乡亲去领，内底有笔啊、三角巾甲各种药品。是讲花莲县政府伫3月初宣布讲，控诉控3花莲大地动未满一冬，开6500万买13万组的防灾避难包。经过3个月，6月19今日才开记者会，宣布要发放。这嘛是中选会审定头一波立委罢免案成案的进前一天，所以讲引起讨论。分送这些防灾包的时候，顺便来宣传，要反罢，这样子是违反选罢法的，你这个是有公器私用的嫌疑。那花莲县政府绝对没有任何的政治的完全没有。我想有一些人真的是以君子之心度君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我想这些我们都这个就不用去听他。那时间点包括发的方式冇争议。林长他们决定了，因为有的村里林长可能跟他的那个乡亲互动比较好，可能他就会亲自送到每户那个乡亲的家中，有些可能就是会通知他们来村里林长的家里领取。不过，徐正伟强调讲，预算伫去年就通过啊，发放的日子嘛早就确定啊。大罢免执委会继续伫谈防灾包发放的时机嘛受到检视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